看這幾天哦，溫度真低，早暗的溫差嘛真大。台中的武林農場透早無到0度，花園攏結冰咯，景色是真特別咯。氣象署嘛表示講，今仔平地上低溫哦，是伫透早5點左右，佇雲林縣古溪鄉的7站只有7.1度。氣象署嘛，閣針對12個縣市來發布低溫特報，今仔暗時到明仔載，溫度可能會降到10度以下。銀色的冰條金絲絲，看起來是水當當。另外一邊，閣有冰晶結的網仔，都親像夢中才會有的場景。台中武林農場13個透早出現這款的景致，讓真濟遊客是真歡喜。掉下來的碎冰，以及上面的冰柱。我們還頭一次來武林來碰到這個，就這樣，我覺得這樣子好。都蠻幸運的，蠻幸運的。遊客來到這，就連水桶都有結冰。武林農場表示，雖然已經春天，不過3月山頂也是有機會出現低溫。親像13透早的氣溫剛才0.6度，不過日頭出來了後，氣溫又閣升10外度。為了保護農場的壓產系統，農場有泉水，所以意外製造出這款的美景。這也是為了預防澆灌系統的一個結冰，所以預開了這個澆灌系統的一個噴灑系統。那當噴灑系統遇到空氣中的一個冷空氣，好，所以就形成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結冰的一個奇觀。原來根據氣象署的資料，13平地上低溫出現在雲林古坑，在5點19分，剛才7.1度。原來冷氣團的影響也加輻射冷卻效應。透早和暗時，天氣攏會寒甲4陣。氣象署在13透早也繼續針對12個縣市發布低溫特報。北部的平地大部分的區域都是有發到低溫特報，另外在中部比較近山區的區域，然後以及山區還有宜蘭以及花蓮都是低溫特報的影響的範圍哦，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這樣子低溫的狀況。氣象署表示，這2天有關受到強烈大陸冷氣團的影響，雖然未來1禮拜攏是穩定的天氣，不過溫差真大，尤其日時溫度會升上來，中南部可能會到25度到26度以上，提醒民眾要注意天氣的變化。記者綜合報道。